续来看是这个台北的阳明山大梦是大真高，风嘛真透。文化大学的学生透雨出门买早顿，讲这个风台的威力比进前迄几届拢较强。啊，这个早餐店的头家讲，今仔日停班停课，虽然因是照常来营业，但是生意真歹，无到平常时啊的三成。我们现在所在的阳明山小油坑这一边，现场的阵风真的是非常的强劲，而且是会有一点站不稳的状况。风台控制威力真恐怖，瞬间的强风，唔那人强要和风吹走去，连路边的树啊嘛被吹甲东倒西歪。上山的路嘛因为大雾看无啥会清，能见度受够低，唔那小游客尔，连文化大学附近的商店街风毛到透。雨伞今要变雨伞花，人伫行嘛袂知。风台加这个工，学校边的店面将近9成拢暂停营业。不过嘛是有早餐店唔惊风雨加减赚。今天呢，剩不到3成，如果有做到3成已经不错了啦。我觉得比上次台风还严重，之前就是还走得动，现在就是走得有点东倒西歪，没什么店开，所以我们走出来买东西吃这样。风台的风甲雨是愈来愈大，提前的乡亲若无必要上好，拢伫咧厝内，安尼较安全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